先問你一個問題：你早餐紙碟入邊嗰幾片煎到吱吱聲、鹹香油亮嘅煙肉，你有冇諗過點解佢會係粉紅色嘅？你喺屋企隨便煎一膠豬肉，煮熟之後通常都係灰灰白白，但係煙肉無論你點煎，佢永遠都會保持住嗰種睇見就想食嘅粉紅色。呢個唔係舊肉本身原有嘅顏色，而係一場經過精心設計嘅化學反應。而藏喺呢陣粉紅色背後嘅嗰樣嘢，喺2015年被世界衛生組織旗下嘅國際癌症研究機構正式列入同香煙、石棉同一級嘅一級致癌物名單。不過你又唔使咁快將煙肉掉落垃圾桶，因為呢塊令無數營養師又愛又恨嘅小肉片，佢嘅來頭遠比你想象中更加精彩。單係美國一個國家就有接近6萬間養豬場，每年飼養超過7000萬隻豬，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最後都會變成你早餐台上面薄薄嘅一片。而真正離譜嘅係呢種俾西方人當成早餐圖騰、過名洋派到叫 bacon 嘅食物，如果真係講輩分，竟然比你阿毛過年掛喺露台上面嗰條臘肉足足後生咗2000年。今日食嘢背後就帶你走入呢座幾乎睇唔到人影嘅現代化煙肉工廠，將呢幾個你可能食咗一世但從來都冇認真諗過嘅問題，逐個拆開俾你睇。嗰股五花腩到底係點樣靠打針打出味道嘅？標榜用果木煙燻嘅煙肉，點解由頭到尾可能連一次火都冇掂過？佢又係靠乜嘢本事可以喺雪櫃入邊擺足幾個月都唔會變壞？喺正式行入工廠之前，我哋要先搞清楚一件事：煙肉到底係點樣出現嘅？個答案可能會令好多台灣朋友聽完都忍唔住笑一笑，因為煙肉嘅本質同我哋逢年過節最熟悉嗰條臘肉，其實就係同一道難題嘅兩個答案。而呢道難題就係喺仲未有雪櫃嘅年代，人類到底要點做先可以令一膠豬肉唔會腐爛變壞？西方人俾出嘅答案就係用鹽醃、用煙燻，而我哋嘅老祖宗早喺2-3千年前就已經將同一個答案搞得清清楚楚，仲俾咗佢一個名叫做臘肉。中國其中一本最古老嘅典籍《易經》入邊就寫住：於陽而陽於火，曰臘肉。意思就係先將啲肉擺喺太陽下邊曬走水分，再用火慢慢烘同煙燻，將佢徹底整乾。呢樣嘢就叫做臘肉。就連孔子收學生都要人哋先送上10條臘肉做見面禮，呢個亦都係束修嘅由來。換句話講，當西方人仲喺度慢慢摸索到底要點先可以保存豬肉嗰陣，我哋嘅辣味文化早就已經寫入經典，擺上飯台。咁煙肉呢個聽落咁洋派嘅名，又到底係由邊度嚟嘅呢？佢其實就係英文 bacon 嘅音譯，跟住西式早餐文化喺上個世紀先至慢慢行入華人嘅廚房。所以你睇煙肉蛋多士入邊嗰片粉紅色嘅煙肉，同阿毛灶頭上面嗰條黑亮油潤嘅臘肉，本質上就係一對失散咗2000年嘅表親。一個俾現代工業生產線改造到整整齊齊，每片都一模一樣；另一個就仲守住柴火同時間流傳落嚟嘅老規矩。佢哋嘅故事由同一個起點出發，但去到最後就行入咗兩個完全唔同嘅世界。好啦，搞清楚佢嘅身世之後，我哋而家正式行入工廠，睇下呢對表親入邊比較洋派嗰一個，到底係點樣一步一步整出嚟嘅。成條生產線由一隻豬開始，但唔係隨便邊隻豬都得，更加唔係隨便切邊股肉出嚟都可以。最經典嘅美式煙肉用嘅係豬身上一個非常特定嘅部位——五花腩，即係豬肚下面嗰條肥瘦相間嘅肉。點解呢個部位會被叫做煙肉嘅靈魂？因為佢有近乎完美嘅雪花紋理，一層瘦肉夾住一層肥肉，一層疊住一層。落鑊煎嗰陣，肥肉受熱之後慢慢融化，表面會煎到香脆鬆化，瘦肉又可以保住肉汁同肉感，咁先至會有一啖咬落去，
又脆又多汁，香到令人停唔到口嘅滋味。要係換成一菇全瘦肉，煎完之後又乾又柴，咁就唔係我哋熟悉嗰種煙肉啦。為咗做到呢一啖完美口感，養豬場會特登揀選杜洛克、約克夏呢一類以大理石油花同雪花脂肪出名嘅豬種，再好好咁養大約6個月，等啲豬長到差唔多200幾斤重，先至送入工廠。豬肉運到工廠之後，第一個步驟就係用高溫火焰將表皮上面殘留嘅豬毛全部燒乾淨，順便幫打好第一層微微焦香嘅底。跟住師傅會將五花腩切成一絞形狀整齊嘅長方形大肉磚，再將入面嘅肋骨逐條拆走，之後再喺表面撒上一層鹽，不斷反覆如雲，擺低大約1個鐘，等啲鹽慢慢將肉表面嘅水分逼出嚟，咁樣去到後面落鑊煎嗰陣，先至會更加容易上色，食落亦會更加香脆。呢度仲收埋咗一個好多人都唔知道嘅冷知識，嗰層俾機器削落嚟嘅豬皮，其實並唔會直接掉走，佢哋會被送去另外一條生產線，再炸成香口酥脆嘅炸豬皮零食，亦即係好多人成日用嚟配啤酒，一食就停唔到口嗰一味。一隻豬由入邊到出面，幾乎冇任何一個部位會白白浪費。講到去皮，呢度其實仲有一個好容易俾人忽略嘅細節。工廠入邊有一部專門用嚟去皮嘅機器，一條肉磚排住隊送入機器之後，唔使2秒鐘，機器就可以將成張豬皮完整刮落嚟。但由於每刮肉嘅大細、形狀同厚薄都會有少少唔同，機器冇可能次次都處理得十全十美，所以喺生產線嘅最尾位置，永遠都會企住一排工人，專門將每月肉逐一拎起嚟仔細檢查，再將機器冇削乾淨嘅殘餘豬皮或者太厚嘅肥膏，用人手重新修剪整齊。呢種機器加人手嘅雙重把關，由第一個步驟開始，就已經決定咗一包煙肉最後擺出嚟嘅賣相靚唔靚。至於頭先提過嘅加拿大煙肉，佢玩嘅就完全係另外一套做法。加拿大煙肉根本唔會用五花腩，而係改用脂肪比較少、肉質更加嫩滑嘅豬柳，所以加拿大煙肉食落去其實更加似火腿，同你平時印象入邊嗰種煎到捲起、邊位香脆鬆化嘅煙肉，根本就係2種完全唔同嘅食物。同一個煙肉名下面收埋住嘅，其實係2個部位、脂肪比例同口感都完全唔一樣嘅豬肉。切好嘅五花腩肉塊，跟住就去到煙肉製作過程入邊最關鍵，亦都最多爭議嘅一步——醃製。我哋先翻去開頭嗰個問題，點解煙肉會係粉紅色嘅？個秘密就收埋喺醃料入邊嗰種叫做亞硝酸鹽嘅物質度。將一溝生豬肉煮熟，入面嘅肌紅蛋白就會變成顏色，亦會變成灰灰白白。呢個先係肉煮熟之後正常嘅樣，但只要喺醃料入邊加入極少量嘅亞硝酸鹽，佢就會同肉入邊嘅肌紅蛋白產生化學反應，形成一種叫做亞硝基肌紅蛋白嘅穩定物質，將和肉嘅顏色牢牢鎖死喺嗰種鮮豔嘅粉紅色上面。無論之後再點樣加熱，佢都唔會重新變成灰白色。所以你眼前見到嗰陣睇見就想食嘅粉紅色，根本唔係焗肉天生原有嘅顏色，而係一場經過準確控制嘅化學反應。咁工廠究竟係點樣將呢啲醃料送入膠肉入邊嘅呢？傳統方法係將啲肉浸落鹽水入邊慢慢醃，但呢種做法又慢，醃出嚟嘅味道亦都唔夠平均。現代工廠用嘅就係一種更加直接粗暴嘅方式，打針，一排排密密麻麻又尖又幼嘅針頭會高速結入個肉入面，將混合咗鹽、糖、亞硝酸鹽同各種香料嘅醃製液直接注射入肌肉纖維最深嘅位置。呢一針打落去，唔單止可以令味道喺短短幾個鐘之內由內到外滲透得均勻一致，
嗰啲又細又密嘅針窿，仲會順便破壞部分肉嘅纖維結構，令煙肉變得更加嫩滑，更加容易入味。打完針之後，工人仲會再灑上一層紅糖，將多餘嘅水分慢慢逼出嚟，同時平衡鹹味。煙肉嗰種獨有帶住少少甜味嘅鹹香底味，就係咁樣一步一步砌出嚟。當然，呢種係工廠大批量生產時採用嘅濕醃法，最講求嘅就係速度夠快，而且味道要夠平均。除此之外，仲有一種歷史更加悠久嘅乾醃法，就係將鹽、糖再加埋黑胡椒、蒜頭、杜松子呢啲香料，直接厚厚咁搽喺港肉表面，跟住俾佢靜靜咁醃足幾日，甚至幾個星期，等佢慢慢發酵，慢慢醃到入味。用呢種做法整出嚟嘅煙肉，味道會更加濃郁，層次亦都更加豐富，但產量比較低，製作時間又長，通常只會用喺一啲主打人手製作嘅高級煙肉上邊。無論係用機器打針，定係用人手搽上醃料，醃好嘅肉都要再擺低一段時間，等所有味道徹底滲入肉嘅深處，完全穩定落嚟之後，先可以進入下一個步驟。咁既然亞硝酸鹽一直都有爭議，點解唔索性完全唔落呢？呢筆數我哋留到最後先一次過計清楚。醃好嘅肉，跟住就要送去煙燻。呢一步就係煙肉嗰陣招牌煙燻香味嘅來源，但正正係呢一個步驟收埋住成個行業最大嘅一個掩眼法。傳統做法就係將一排排掛好嘅五花腩送入煙燻房，靠燃燒蘋果木、山核桃木、櫻桃木呢啲唔同種類嘅果木，慢慢將啲肉燻香。燒嘅木材唔同，最後燻出嚟嘅香味亦都完全唔同。山核桃木最經典，燻煙味亦都最濃烈。蘋果木就比較柔和，食落仲會帶住少少甜味。櫻桃木就可以幫煙肉染上一層又靚又吸引嘅紅色。呢度首先要同大家講清楚一個常見誤會，網上有好多影片都話煙肉要喺煙燻房入邊足足燻足3日，其實呢個講法係搞錯咗。現代商業生產嘅煙肉絕大部分採用嘅都係熱燻，溫度大約控制喺50至70度之間，只需要幾個鐘就可以完成。等佢肉中心位置嘅溫度升到60幾度，就可以即刻出爐。真正要燻足幾日嘅係嗰種用低溫慢慢燻嘅傳統冷燻方法。今時今日早就已經唔係大型工廠嘅主流做法，但真正嘅秘密就收埋喺呢度。你喺超級市場買到嗰包寫住蘋果木煙燻嘅煙肉，好可能由頭到尾根本連一次真正嘅火都冇掂過，因為現代工廠手上仲揸住一張黃牌，叫做液體煙燻。早喺1895年，一位叫做萊特嘅美國藥劑師就發現，只要將木頭燃燒時產生嘅煙霧經過冷凝處理，就可以收集成一樽棕紅色嘅液體。而呢樽液體入邊就濃縮咗真正嘅煙燻風味。呢樽可以話係煙味精華嘅液體，喺1960年通過咗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嘅認證，由嗰陣開始就俾各大工廠大量使用。今時今日，好多煙肉根本唔需要行入煙燻房，只需要喺肉嘅表面噴上一層液體煙燻，或者直接浸上一層，就可以整出似到十足十嘅煙燻香味同金黃色澤。更加得意嘅係，由於呢種液體喺製作過程入面已經將煙霧入面嘅焦油同大部分有害物質過濾走，佢反而有可能比用真火進行嘅傳統煙燻更加乾淨。所以下次當你聞到嗰陣誘人嘅果木香味，佢背後可能根本唔係一間柴火燒到紅紅烈烈嘅煙燻房，而只係一樽按照準確分量滴入去嘅濃縮液。不過大家唔好誤會，煙燻對於煙肉嚟講，從來都唔單止係為咗整出嗰陣香味。煙霧入邊嘅成分黏喺肉嘅表面之後，可以形成一層天然嘅抗菌屏障。再加上煙燻過程會順便帶走肉入邊一部分水分，本身就可以延長煙肉嘅保存時間。換句話講，幾千年前，
人類發明煙燻技術，最初嘅目的根本唔係為咗令啲肉更加好食，而係為咗保住條命。嗰陣令人聞到就流口水嘅煙燻香味，只不過係呢套古老保命技術順手送俾人類嘅一份禮物啫。煙燻好嘅煙肉放涼定型之後，首先會經過一部金屬探測機，確保經肉入邊冇殘留任何金屬碎屑，跟住再由高速切片機切成一片片厚薄完全一致嘅薄片。呢啲切片機聰明到可以自動掃描每一條大肉磚嘅尺寸同埋形狀，再因應實際情況調整刀片，確保切出嚟嘅每一片煙肉厚度同分量都啱啱好，唔多唔少。全部切好之後，就會即刻用真空包裝密封起嚟，再送上冷藏貨車運去世界各地。但呢度就有一個問題，明明同樣都係豬肉，你買翻屋企嘅新鮮豬肉擺喺雪櫃2-3日就開始發臭，點解呢一片煙肉反而可以擺足幾個月甚至更加耐呢？個答案又要翻到嗰條有2000年歷史嘅臘肉身上。臘肉之所以可以擺得耐，靠嘅就係鹽。煙肉其實都係一樣，喺醃製嘅時候加入大量鹽分，會將肉入邊嘅水分一啲一啲逼出嚟，令要肉慢慢變乾。而細菌同霉菌要生長繁殖，最唔可以缺少嘅就係水分。當啲水分被抽走之後，佢哋自然就冇辦法繼續生存。呢個就係第一道物理防線。第二道防線又係嗰種令人又愛又恨嘅亞硝酸鹽。佢除咗可以幫煙肉保持粉紅色之外，仲有一個更加重要，甚至可以救命嘅本事，專門壓住一種叫做肉毒桿菌嘅劇毒細菌。呢種細菌一旦喺密封冇乜氧氣嘅肉類製品入邊偷偷繁殖，就會產生地球上毒性最強嘅毒素之一，只需要極少分量，已經足以令人致命。正正就係呢少量嘅亞硝酸鹽，幾十年嚟一直默默保護住無數煙肉、火腿同香腸，避免呢啲食物變成可以奪命嘅毒物。再加埋現代嘅真空包裝，將空氣同外來細菌徹底隔絕喺包裝外面，呢三重保障一層疊住一層，先至令一片煙肉比新鮮豬肉擺得耐好多。所以你雪櫃入邊嗰片可以擺好耐嘅煙肉，靠嘅其實唔係乜嘢神奇高科技，而係人類為咗對抗食物腐爛，流傳咗幾千年嘅老智慧，再加上一啲現代化學技術。除咗我哋最熟悉嘅生煙肉之外，工廠入邊仲有一條專門生產即食煙肉嘅生產線。呢種煙肉會先送入焗爐入邊徹底焗熟，焗到表面變成金黃香脆，跟住先送去做質素檢查。現場會有專門負責檢查嘅員工，一片一片仔細睇清楚，將啲破爛、形狀唔合格嘅煙肉揀出嚟，剩低合格嘅煙肉就會由電子感應器準確數好數量，再一份一份整齊排入膠盤入邊，最後密封包裝。你平時拆開包裝，放入微波爐叮一叮，就可以直接食嗰種煙肉，就係用呢種方式生產出嚟。最後，所有煙肉都會裝上全程保持低溫嘅冷鏈貨車，沿途一直維持喺指定嘅低溫環境，再運去世界各地嘅超級市場貨架同埋早餐店嘅廚房。你以為全世界嘅煙肉都係同一個樣，咁你就真係大錯特錯啦！單單係煙肉呢兩個字背後，就已經收埋住一個五花八門嘅世界。最經典嘅，當然就係我哋一路講緊嘅美式煙肉。用五花腩製作，煎出嚟又香又脆，可以話美式早餐少咗佢都唔成事。再一路向北去到加拿大，加拿大煙肉用嘅就係豬柳，脂肪比較少，肉質又瘦又嫩，食落去其實更加接近火腿。去到英國，當地人最中意食嘅就係背脊煙肉，用豬柳連住少少五花腩製作，一啖咬落去，既有實淨嘅瘦肉，又帶住少少甘香肥肉，食落夠晒有份量。再向南去到意大利，當地嘅意式煙肉潘刺塔就更加特別，佢只會用鹽同香料進行風乾醃製，由頭到尾都唔會經過煙燻，係好多意粉同經典意大利菜式入邊
用嚟調味嘅關鍵材料。而當我哋兜咗一大個圈，重新返到華人世界，就會發現其實我哋一直都有屬於自己嘅煙肉，嗰啲就係臘肉、鹹肉，仲有廣式臘味入邊一條條油流流、香噴噴嘅臘腸。佢哋用豉油、用鹽、用風，再加上漫長嘅時間，醃出同西方煙肉做法有啲似，但係味道同風格又完全唔一樣嘅獨特風味。更加有意思嘅係，就連煙肉呢種食物喺華人地區入邊嘅叫法都唔係完全統一。台灣嗰邊多數會叫佢做培根，而香港同廣東一帶就習慣叫佢做煙肉。聽起上嚟係咪更加直接，亦都更加有畫面感呢？單單係一個名上面嘅分別，背後其實已經收埋住兩地飲食文化同餐桌習慣嘅唔同。除此之外，今時今日嘅超級市場入面，仲有一開袋就可以即食，完全唔使落鑊煎嘅全熟煙肉，亦都有專門為食素嘅朋友準備用大豆同植物蛋白製作嘅植物煙肉。一毫細細嘅醃肉，竟然俾人整出幾十種唔同花款。假如你係怕油膩又驚食肥嘅人，超級市場入邊仲有用火雞肉製作嘅火雞煙肉，脂肪含量比傳統豬肉煙肉低好多，係近幾年非常受歡迎、比較健康嘅代替品。而對好多台灣人嚟講，培根最熟悉嘅樣，其實就係清晨早餐店塊鐵板上面嗰片煎到香噴噴，再夾入多士或者鐵板面入邊嘅培根，又或者係便利店飯台入邊嗰一條帶住鹹香味嘅餡料。同樣都係一片煙肉，喺唔同人嘅朝早入邊，原來一直扮演住完全唔同嘅角色。講完晒所有秘密，最後我哋冷靜翻落嚟，幫煙肉認真計清楚呢筆數。佢好嘅一面，大家一眼就睇得出。喺嗰個完全冇雪櫃嘅年代，將豬肉醃成煙肉、臘肉，係一項真真正正可以救人命嘅技術。佢令珍貴嘅蛋白質可以長時間保存落嚟，陪住人類捱過一個又一個冇新鮮肉食嘅寒冬。直到今時今日，一片煙肉依然係最方便、最抵食、品質亦都最穩陣嘅早餐蛋白質來源之一。正規工廠入邊嗰少量受到嚴格監管嘅亞硝酸鹽，更加一直默默幫我哋擋住肉毒桿菌呢個致命殺手。淨係由食品安全嘅角度嚟睇，佢遠遠冇好多人想象中咁可怕。但一個銀仔總有兩面，另外嗰一面，我哋亦都必須老老實實咁面對，就係開頭提過嗰件事。2015年，世界衛生組織旗下嘅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將煙肉所屬嘅加工肉類正式列為1級致癌物，同香煙、石棉屬於同一個級別。研究指出，平均每日每食多50克加工肉類，患上大腸癌嘅風險大約會增加18%。問題主要就出喺亞硝酸鹽身上。佢進入人體之後，或者當你用高溫煎炸煙肉嗰陣，有可能會轉化成一種叫做亞硝胺嘅致癌物質。呢幾年超級市場入邊亦都開始出現一啲標榜冇添加亞硝酸鹽嘅煙肉，聽落好似更加健康，食起上嚟亦都令人更加安心。不過呢度又收埋住一個小小嘅掩眼法，好多呢類產品其實只係改用西芹粉之類嘅天然食材作為代替，而西芹粉本身就含有豐富嘅天然硝酸鹽，食入身體之後一樣會轉化成亞硝酸鹽。所以嚴格嚟講，佢並唔係真正做到零亞硝酸鹽，只不過係將亞硝酸鹽嘅來源換成一個聽起上嚟更加天然、更加好聽嘅講法啫。所以你睇，亞硝酸鹽本身就係呢箍肉最大嘅矛盾，加入佢可能會增加少少長期患癌嘅風險，但係如果完全唔加入，肉毒桿菌帶嚟嘅致命威脅又真係擺喺眼前。呢兩者之間究竟要點樣取得平衡？直到今時今日，依然冇一個100%完美嘅答案。營養師俾大家嘅建議其實非常簡單直接，煙肉、臘肉呢類加工肉類當成間中食客過客口癮嘅享受就可以，千祈唔好日日大量食。
煎嘅時候亦都盡量唔好煎到焦黑，只要將佢放返喺應有嘅位置，適量咁食，佢依然係嗰樣陪伴咗人類幾千年嘅好嘢。講到呢度，我哋今次由養豬場、煙熏房一路行到雪櫃、冷藏櫃嘅煙肉之旅，亦都差唔多行到尾啦。下次當你再煎一片煙肉嗰陣，不妨試下諗一諗，嗰陣無論點煎都唔會變成灰白色嘅粉紅，其實係一場經過準確控制嘅化學反應，嗰陣令人一聞就流口水嘅果木香味，背後可能只係一樽按照準確分量滴入去嘅濃縮液，而佢可以喺雪櫃入邊擺咁耐都唔會變壞嘅本事，就收埋住一套人類為咗對抗食物腐爛，流傳咗足足2、3千年嘅古老智慧。呢片薄薄嘅肉入邊裝住嘅，其實係一段由易經記載嘅臘肉開始，一路延伸到今日現代工業生產線嘅漫長故事。佢從來都唔只係一片普通嘅早餐肉，佢係人類用鹽、用煙、用時間同食物腐爛呢件事死撐硬碰咗幾千年之後，最後揾到嘅一個折衷答案。呢份禮物嘅美味又方便，但同時亦都要付出少少代價。咁問題就嚟啦，睇完今集之後，你屋企飯台上面最常出現嘅究竟係邊一種呢？係台式早餐店入面嗰份熱辣辣嘅煙肉蛋多士，係過年嗰陣掛喺露台上面嗰幾條臘肉臘腸，係廣式煲仔飯入面嗰啲油台台嘅臘味，定係你自己仲有乜嘢獨門嘅煙肉食法？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知。